歡迎收睇《晚間新聞》，我係陳嘉欣。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：大灣區航空下個禮拜3開始調升燃油附加費；國泰下個禮拜5開始調高離港貨物燃油嘅附加費，短途同埋長途嘅升幅達到3倍。德黑蘭舉行聖城日集會發生爆炸，據報有人死亡。外界都開始關注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女指揮官卡尼可能係內鬼。解放軍海軍最新2艘055型驅逐艦同步入列。詳細嘅新聞內容，再有航空公司宣布調升燃油附加費。大灣區航空下個禮拜3開始，大部分航線嘅燃油附加費加幅都係超過1倍。市民若果由內地出發，燃油附加費可能會平啲，但係要小心稅項嘅問題。